起步準備。好啦，咁起步嘅時候咧，出得快少少，佳進之川就快啲啦。咁外檔咧大有作為，都想騎出嚟。中間係幻夢日想嚟嘅，歌利巨人喺4、5位之間啦，內側仲有隻劇唱一姐，後啲啦林心柱喺第6位啦，切利尼就喺佢出邊嘅。再跟住先係蒙面舞會啦，熱門嘅格倫島暫時就殿後㗎。好啦，跑咗300米到啦，咁前邊帶緊頭咧大有作為啊，結果係佢領先嘅。首喺第2位係佳進之川，咁貼欄第3係劇唱一姐喎，咁3匹古魔㗎嘅馬喺晒前邊啊，跟住嘅馬啦，先見到咧林心柱喺內檔上咗嚟第4位，拍住佢咧就幻夢日想啊，後啲位置啦，切利尼咧就上到嚟第6位到啦，咁啊喺暫時咧就蓋過即係隻歌利巨人嘅，喺尾嗰隊格倫島啦同埋蒙面舞會啦，好啦轉咗第一個彎噶喎，咁啊前面帶緊頭咧大有作為領先1個馬位左右，首喺第2位都上到嚟劇唱一姐啊，喺外碟嗰匹就佳進之川嚟嘅，2個馬位之後首喺第4位啦，幻夢日想啊拍住內檔嘅林心柱啦，跟住嗰隊切利尼同埋歌利巨人啦，喺尾嗰隊仲係蒙面舞會啦同埋出邊63嘅格倫島啦，好啦嚟到呢個位置啦，啱啱走個7字牌1300米到就翻到終點㗎咯喎，咁啊帶緊頭咧仲有大有作為嚟嘅，首喺第2位咧就劇唱一姐，話估唔到咁快上到嚟啦，首喺第3就佳進之川啦，個零馬位之後咧林心柱又拍住呢個幻夢日想啦，跟住嗰隊咧就切利尼出咗外碟啦，喺內側咧仲係歌利巨人嚟嘅，格倫島尾二包緊尾仲係蒙面舞會，頭尾馬距離咧呢度仲拉開咗啲有成8個馬位㗎，好啦咁啊6字牌都過埋啦，仲有1000米途程都會翻到終點㗎啦，帶緊頭咧仲係大有作為，睇嚟放得幾快嘅，首喺第2位係佳進之川啦，咁內欄第3就劇唱一姐，跟住佢就幻夢日想嚟嘅，後少少啦，切利尼上咗啲咯，林心柱有啲褪咯喎，掟出外檔啊格倫島歌利巨人啦，喂蒙面舞會好似反應麻麻地啫喎，暫時咧就叫做過咗林心柱上翻嚟尾二嘅啫，差唔多嚟到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邊咧就呢隻佳進之川外檔啊領先咗少少，中間劇唱一姐想發力先啊，跟住上緊嚟嘅馬幻夢日想啦，格倫島就喺外檔上㗎啦，同埋切利尼一齊嘅，中間上緊嚟就歌利巨人啦，嚟到就400米嘅時候啦，前面咧佳進之川就領先少少嘅，後邊上緊嚟幻夢日想啦，切利尼都上埋嚟外檔啊格倫島啦，中間上嚟歌利巨人嘅，最後100零米嘅時候，幻夢日想話領先緊喎，格倫島仲未過到佢啊，中間第3位切利尼都係攬嘅啫，咁啊前面幻夢日想鬥格倫島2匹馬，仲有大半個馬位距離，格倫島而家撻着未啊？撻着少少啊，不過似乎都追唔翻喎，過終點第1名啊，幻夢日想今屆英皇錦標得主，得第2名嘅咧，結果係格倫島，第3名係切利尼啊，第4名都幾遠啊，歌利巨人嚟嘅。咪一眾英雄喺度嘅時候，最緊要係夠準啊！幻夢日想呢啲專家就係專家，真係冇得傾嘅。格倫島就第2，第3名咧就似乎係切利尼嚟嘅，第4名係佳進之川嘅真啊，佳進之川啊，亦都有好多馬就發揮唔係太理想啊！真係東瀛代表暫時都未成功嘅。好啦。